高標準建築工程當中，真正重要係可靠、品質同耐用度，亦正係客戶最核心嘅期望。而呢啲成果來自清晰嘅前期規劃、受控嘅施工流程同有紀律、有標準嘅執行。New Roofing 係一間值得信賴嘅商業及住宅屋面專家，立足安省萬錦，結合15年以上屋面施工經驗，以及30多年工商業營運與管理實力。我哋服務政府設施、商場、酒店以及大型住宅社區，每一個項目都以效率、品質同長遠價值為目標。每個項目由規劃同範圍確認開始，喺受控流程中推進，直至安全、準時交付。我哋喺施工現場以安全同品質為核心，流程受控，責任清晰，執行統一而高效。所有工程符合 WSIB 同 SPAT 規範，並通過多個主要製造商認證。憑藉專業團隊、成熟系統以及製造商支援嘅保修體系，我哋交付嘅屋面工程穩定可靠，經得起時間考驗。我哋係 New Roofing，以信任為本，為長久而建。